万国啊，领着俄罗耶和华；万百姓啊，领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领着俄罗耶和华。三角来吟信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起立。请由愿徛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彼个杯，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续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灵台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7篇，诗篇113篇，着称赞上主。
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谁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尘埃铁钵散赤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袂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齐声要称赞上主，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全能的爸，你是智慧的源头，世人的救主。伫这不安的时代，你是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赐予阮敬虔的心，时常思想你的恩典，称赞你的大尊名。主啊，即礼拜伫国内甲国外拢有大灾害，影响社会安定甲民众的生活。即届的风台造成真侪所在造大水，阁有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有人命也有财产的损失。恳求主看顾每一位受难者甲因的家庭，也保守灾后的建设一切顺利。全能的主，嘛求你保守台湾这片土地，有搁较侪人认捌你、敬拜你。也帮助阮疼厝边，亲像疼家己，最好的见证。主啊，暑假嘛已经到，嘛求你保守看顾出门旅游、探访亲人的兄弟姊妹，甲对外地倒转来南门的会友，旅途一切平安顺遂。阿爸爸上帝，你讲有耳通听，就应该听。求你即马就开阮的耳孔，安静阮的心，感动阮的灵，帮助阮全心全意领受对你遐来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俄罗正雅音合唱团，今仔日要俄罗的诗歌是《耶稣，阮的愿望》。
三角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以斯拉记第6章第1到12节。对安尼，大力王出令，就去找典册的宝库，就是伫巴比伦藏宝物的所在，伫阿玛塔马大省的宫内找到一本。迄内面记载讲，古列王元年，古列王出令，论伫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讲要起即间殿做献祭的所在，下伊的地基坚固，殿悬60肘，宽60肘，用大石3云，新的茶1云，经费着开王家的。搁上帝殿内金银的器具，就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殿内摕出来，带去巴比伦的，就搁行伊带到耶路撒冷的殿，搁照原位下伫上帝的殿。第6节，打伫何华的总督达乃甲斯塔波斯乃，甲恁的同伴，就是踮伫何华的阿法萨加人，恁着离开因，毋通阻止去上帝殿的工。出在犹大的总督甲犹大的长老，伫原位去上帝即间殿。我阁降旨，恁着怎样行伫犹大的长老，帮赞因去即间上帝的殿，就是着对何华的向世中抽出王的银项，紧互遐个人做经费，免得耽搁。因所着用的牛犅仔、绵羊犅、绵羊仔，做烧祭献互天顶的上帝，以及小麦、盐、酒、油，拢照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讲的，逐日互伊，毋通失误。通互因献芳芳的祭祀互天顶的上帝，搁为王甲王遐个囝的活命来祈祷。我搁降旨，若有人改换即个命令，就要对伊的厝拆一间院仔，来举起迄人，吊伊伫迄顶面，互伊的厝为着安尼做册治。12节，若有王甲百姓起手改换即个命令，毁坏伫耶路撒冷即间上帝的殿，愿安置伊的名伫遐的上帝灭无因。我大利乌出即个命令，就紧紧行伊。以上讲道，今仔的题目是“君临庭万象成”，请本堂读牧师。大家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会讲到两个王的记事，所以讲到历史，可能咱需要更较侪人三甲伫遮注意来听。所以帮我甲你附近的人讲，爱注意听哦，真正爱注意听哦。今仔日咱会讲到波斯帝国有两个王，一个是古列王，一个是大利乌王。甲要讲到以斯拉记。历史就爱倒转去主前6世纪，所以咱通看到就是讲，当第6章的时间，离第6世纪波斯帝国的时阵，咱嘛爱先知影，搁较头前的时阵，南国犹大是互倒一个帝国灭亡去的。巴比伦哦，对，南国犹大是去互巴比伦甲剿灭的，只是不止剿灭尔。走灭的过程的中间，因也将圣殿拆毁，将以色列百姓掠倒转去巴比伦。所以这是伫主前586年所发生的事。所以当咱来看到，就是讲，到伫主前539年，波斯有一个国王叫做国列。这个国列，不管是咱是伫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做古列，还是咱大多所读到的台语汉语本。迄是早期的圣经对甲哇希伯来文迄款的方式发音，甲翻译过来。但是咱只要看到近代的历史，甚至咱最近这几年所发译新的新译本，有可能伊所讲的就毋是这个名。
伊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叫做居鲁士大帝，也是居鲁士二世。所以咱只要看到居鲁士这个帝王，也是看到咱早前所翻译的国历，讲的就是同一个王的名。而这个王的时代，伊有颁布一寡无同款的政策。在迄个时期，因会用石板、用石条来将遮的记事记录落来。所以咱会当看到倒手边迄个石条，就是记载着古列王伊有一寡新的政策。伫宗教顶面的事务，伫一寡外交部分的事务，伫即中间就提到讲，伊要将遮早前巴比伦帝国伫外口外邦掠倒转来遮无共款的民族的人，互因会当倒转去故乡。所以，即个登记的地面，这就是伫咱以斯拉记第1章的起头，咱所读到的事，就是对遮开始的。所以，当古列王安尼落命令了后，当然真侪以色列人就摩拳擦掌，想要倒转去家己的故乡啊。所以早期有一寡领袖就带领因伫主前536年的时阵倒转去。而且因为王还有另外一个命令，就是讲因倒转去了后，会当来起圣殿。所以因伫主前的536年开始咧做整理，将进前所罗门王所去毁坏的圣殿的地基，搁甲铺好。但是当因伫遐咧修理城墙、修理圣殿的地基的时阵，有人看了看袂过去啊！因为原因真简单，当巴比伦帝国将南国犹大走灭的时阵，将迄阵的一寡百姓掠离开，所以耶路撒冷城内面，也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寡田、一寡厝，就无人住。所以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外邦人，因就趁着迄个机会，既然土地无人下，厝无人下，就陆陆续续搬入来这个地区。所以当以色列人倒转来了后，因会起一寡纷争。所以，遮的外邦人、外地人，因就去甲波斯的长官来控告讲，遮犹太人倒转来，因想要造反。所以，遮长官听着嘛足紧张的，就下令讲安尼以色列人恁的重建圣殿的工，恁就要停止，袂使搁再进行啊。所以，伫一款长官、伫官兵的威胁的下面，以色列人真正着惊，着停止圣殿的工啊！但是，若是起圣殿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后来会当去看到，新的代志搁再发生。伫这个大利乌王的时期，新的河西的总督，互咱中共款出现的问题，就是咱的中文翻译本，也是咱的台语汉语本，是翻译做大利乌王。但是新的一寡历史的翻译，也是咱有一寡新的版本的圣经的翻译，会甲翻译做大律师。所以只要看到这无共款的名，咱嘛爱知影，迄就是咧讲共一个君王啊。所以这个君王登基的时阵，佫有一个反转。这个反转就是讲，上帝无忘记伊的心意，是要起造这个新的圣殿。所以上帝就差派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遮的人，来激励以色列人，着佫新开始这个圣殿的起造。但是同款，第二遍要佫顶开始这个起造，同款的代志又佫发生啊！这边是换着总督，遮个官员大声跳出来反对。在反对的过程中间，以色列人嘛有甲因讲，伫古列王的时阵，就已经有下命令讲，阮会使登起。甚至佫爱用国库的钱财来支付遮起造圣殿的钱银啊！所以这个总督当然伊原本毋相信，既然毋相信，但是伊嘛毋敢讲甲万一真正有这项事要怎办？所以总督就上书去这个大利乌这个皇帝甲讲，哪像过去是毋是古列王有下落一款的命令，允准以色列人登起圣殿嘛？我想大利乌王应该是一个足谨慎的王，伊就真正派人去找，佫真正找到迄款古列王所下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讲会当用国库的钱财去帮忙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雕塑啊。所以不只是找到这款的命令雕塑尔，甚至
以斯拉记第1章，佫记载着古列王伊迄个时阵所讲的一句话。来，咱做伙来读一遍：天顶的上帝耶和华将天下的万国赏赐我，佮命令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甲伊起殿啊！所以咱通看到古列王所讲的耶和华天顶的上帝已经将万国赏赐我。佮命令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甲伊起殿啊！所以当这个大流王看到这款的记录了后，吼，真正迄不差则已，差着这个话了后，大多所读的经文还佫印象无？大流王不只是讲好，啊无你以色列人佫继续去圣殿，圣殿的钱用河西这个地区所收的税银来支付尔。大利乌王佫加上一个命令，既然有人敢阻挡这个建筑圣殿施工的人，就要对因兜甲迄个牛条拆落来，要甲反对阻挡的人甲挂大顶面啊！所以当这个王发落这个命令了后，后壁起圣殿的施工就哪来哪顺利啊！所以咱会当看到，当王有这个新的命令落来了后，去做圣殿的工，就无搁再是以色列人伊家己的工尔。去圣殿的工，不再只是犹太人因家己的事务尔。伫大利乌王的支持下面，这正做是波斯国家所支持的工程啊。所以对头到尾，咱通看去，对第一遍受到阻挡，第二遍佫受到阻挡，甲后来会当重新起造。这个中间其实经过12年久的时间，咱人有偌济12年久通过？咱人有偌济12年久通过？所以伫这12年的中间，以色列人不只是停工尔，对因来讲是放弃掉去啊。但是停工12年了后，等搁再起造这个新的圣殿，就伫主前的515年的3月份正式来完工。所以，这个登起好的圣殿，后来的人就甲号名叫做第二圣殿。所以，第二圣殿就是甲所罗门王所起造的第一个圣殿做一个差别啦。所以，咱通看去，若是上帝的心意要互这项事来完成，伊不只是运用伊的先知，运用伊的祭司尔，嘛不只是运用以色列百姓尔，伊互无共款民族、无共款国家的人三甲合意来成就上帝所要做的事啊！所以咱看去，对一个真简单的建殿这项事尔，因为对敌的阻挡，因为有可能无共人的利益、政治的因素，不断的阻挡拢来出现。但是对头到尾，上帝拢知影，所以上帝也运用波斯、古列王甲大利乌王的手。真做以色列人的帮赞甲祝福，也就是讲，一路以来，上帝互好的事、无好的事互相利益来真做祝福啊！所以有当时啊，咱若咧看到这个事件，咱嘛会当来看，这个事件不只是记载伫以斯拉记尔，对旧约甲新约，咱会当看到真侪无共款的事，嘛拢类似安尼。甚至咱若倒转来看咱家己的生活，我毋知影讲咱真正是凡事拢顺利吗？还是有当时啊，咱咧找头路的过程中间嘛有一波三折？还是讲有当时啊，咱都真正努力拍拼，要甲咱手中的工做好安尼尔？有一寡莫名其妙的攻击、论断、批评的声音就出来，甚至有可能因为咱做了伤好。会出一寡怨妒，出一寡陷害事，伫咱的心上来发生。这嘛毋是咱家己会去拄到这项事、这款事尔。有当时啊，咱来看，法院毋是应该是爱有一个公正、公平、公义的所在吗？但是只要咱过去这几年咧看到咱的法院有当时啊一寡判决，迄款的判决常常超乎咱正常人的想象。迄款的判决常常超乎咱正常人、咱一般人的正常的判断，甚至有的判决
讲较紧的叫做扯到爆。即款无公义、无公平的事，嘛伫法院来发生啊！包括咱家己的国家嘛是共款，咱台湾要行出即个国际的社会，足无简单的。甚至前一阵嘛发生一项事，迄是一个国际的组织伫非洲某一个国家伫遐咧开会。本来咱国家的代表已经顺利摕到迄个国家的签证啊，结果当飞机飞到迄个国家要入海关的时阵，咱的官员、咱的代表伫遐去互扣留，无法度入去，无法度入去。所以，这个事伫国际社会、伫咱家己台湾的社会不断咧发生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毋知会安尼来想无？这个事安尼一直咧发生，一直咧发生。若是安尼，咱会去感受到上帝甲咱的伫地吗？若是这个事一直咧发生，咱会袂怀疑讲上帝公义到底是伫倒落吗？但是咱若倒转来，大咱所读到的以斯拉记来看，就算做这个中间出现真多的阻挡，但是上帝犹原伫地啊！这个上帝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个上帝不只是旧约时期、新约时期的上帝。有当时啊，咱若详细想，伫咱的心上，这嘛是一位听咱的上帝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会当来看，咱若只是用一个时间点尔，用一项事尔，有可能咱会感觉有一寡无顺利。但是咱若做事对头到尾来看，可能咱嘛会当看到一项事，有可能一开始人的主动对敌的计谋真正有功效，人的主动对敌的计谋真正有效。但是包括圣殿中时去做这个工程，咱来看，经过10几年的等待，时机一到，上帝运用的颠倒是遐个反对的人、主动的人，用这反对的人、主动的人，引起王的注意，甚至互王开一条更加新的路出来。这等下像讲伫使徒行传，我毋知咱有印象无？使徒保罗伊行出第一项的神迹奇事是甚物款的代志？是伊感谢基督了，神迹奇事就发生吗？是伊伫俄罗的中间神迹奇事就发生吗？毋是咧，是伊伫宣教的路顶，有一个叫做以鲁玛的人去主动宣教传福音的事工，就是因为伊的主动。所以伫遐，保罗伊家己行出第一个神迹，去互这个主动的人以鲁玛，伊的目睭昏暗看无啊。所以咱嘛通看去，保罗所行第一个神迹，嘛是出现伫有人主动的时所行出来。所以咱若倒转来使徒保罗的心上，咱来看，伊毋是伫大马色的路上一看到主耶稣的光。伊就变正足热心，开始去传道理，毋是？伊经过3年久的时间，家己伫旷野，家己伫遐啉酒，家己伫遐哭包，搁再一遍追求上帝的同在，去明白上帝的话，去明白主耶稣到底要爱伊做啥物。伊倒到伊的故乡大数的期间，伊嘛是伫遐等待，但是咱毋通忘记圣经内面讲到的等待。是咱嘛爱积极去做咱手中该做的事啊！即款的等待，毋是叫做咱倒在遐，啥物拢毋做。迄款的等待，毋是叫咱倒在遐滑手机就好。迄款的等待，嘛是爱甲咱手中的工做好啊！所以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我们才能够忠心。所以迄段的等待的过程，甚至哩保罗咧传福音的过程，咱会当看到真侪无共款的等待，真侪无共款的挑战，甚至受难航海、落监狱。但是这一切所发生好的事、无好的事，拢真做操练伊、帮助伊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共款，咱若倒转咱家己来看，有可能咱所拄到的挑战，咱所面对的社会，甲古早圣经所记载的状况无啥共。但是同款的是，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拢会影响到咱基督徒，拢会影响到教会。比如讲世俗化、社会化这款的挑战啊。
所以就算做咱无需要登起一个新的礼拜堂，但是咱需要不断建造是咱属灵的礼拜堂、属灵的圣殿啊。顶礼拜伫咱中间，陈泽南牧师又提到，伫咱追求信仰的路顶，其实嘛是咱咧追求真善美的路顶啊。所以咱咧追求咱的信仰。这嘛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也就是讲，基督信仰，咱提出咱的热情去追求，这帮助咱家己，甚至帮助咱四周围的人有关真善美的事啊。所以咱通看见以斯拉记第6章，其实伊嘛咧提醒着咱几项事，这几项事包括着讲咱家己伫信仰顶面的忠心的建造。这个忠心的建造嘛，咧互咱看，咱的忠心的建造真正爱倒转来上帝的话啊。因为世界的法则真的跟神国的法则不一样。这个世界甲咱讲的一寡事，真正甲圣经、甲上帝的话甲咱讲的事无共啊。这个世界甲咱讲，胜者为王，败者为什么？胜王败寇啊！这是世界甲咱讲的事啊。甚至像咱拄仔咧讲到法院的事，我有当时会感觉到，就是法院内底嘛，毋是咧甲你讲是非对错的所在啊。法院有当时嘛，毋是咧甲咱讲是非对错的所在啊。常常咧比的是咧比看什么人的律师团较厉害，什么人的律师会当讲赢互法官买账，什么款的律师较厉害，伊会当找到适合的律条来互法官相信。所以有当时连法院内面嘛，毋是咧看是非对错的所在，这就是世界的法则啊。所以咱若要了解上帝的真理到底是啥物，咱嘛只好一遍搁再一遍对读圣经开始。我嘛相信，伫今年咱做伙读一遍圣经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兄弟不断的分享，侪所在伊较早看到无伊就感动，即道伊有伊的领受。侪所在过去看无明白，但是因为家己的年纪哪大，所经历的代志哪多了，真伊知影。所以这就是啥咱需要一遍搁一遍，咱家己读圣经也好，咱参加生活查经班也是成人主日学也好，咱做伙来读圣经的原因。所以同款，伫以斯拉记遮嘛咧讲到，当圣殿起造好了后。以色列人按班次服侍，以色列人轮流来服侍。这来讲到咱家己来看，就是对咱家己来讲，咱个人也好，咱伫咱家己的家庭也好，祈祷、唱歌、学乐，这拢会当成做咱家己伫家庭内面咱的这段，因为这是咱家庭生活内面最基本的信仰生活。所以同款，当咱三家伫遮咧守主日。咱三个伫遮咧做礼拜，这嘛是咱军队主耶稣，咱每一天、每一礼拜所基本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对咱家己来看，咱属灵的圣殿，咱唔爱来去做啊。但是咱不只是顾咱家己的事，上帝话嘛，甲咱讲，咱唔爱顾着别人的事。但是咱看到宣教能力的时阵，看到传福音3字的时阵，嘛免伤紧张。咱所咧讲的宣教，咱所讲的传福音，毋是叫你爱去路边路口求着人甲讲信耶稣上天堂。当然你也敢安尼做，我嘛甲你拍扑啊。但是我做老实甲你讲，我的个性我无啥敢安尼做。无啥敢安尼做，有2个原因。第一是我家己的领受；第二，我嘛感觉。今仔日甲有一个主持的人，有一个不教道教的人，甲我求讲，我着爱去参加因的法会，我才会当上天堂。我家己嘛咧想讲，我听到这款的话，我家己感受如何？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咱若有时间甲以斯拉记全部读了，咱会发现，这个中间有一个足奇妙的过程啊！这个中间有一个足奇妙的过程，就是讲，是安那外邦人的君王、外邦人的官长、杯啊，拢总来真做以色列人的帮赞，提供钱银，互因起造圣殿以外，连因每一间要奉献遐的牛羊等等的财物，
国家嘛来提供啊。所以咱会通看到就是这外邦的君王，其实因是对着以色列人的心肠所看到的事啊。因看到以色列人受掠去到巴比伦，去到波斯这个所在做奴隶，但是伫遐因犹原对家己的上帝忠心，因犹原伫遐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对咱来讲，教会不只是咱今仔日坐伫遮一个建筑物，咱每一个人就是教会，咱每一个人就是教会。当咱去的所在，教会就伫遮。所以不管伫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职场、咱家己读册所在，咱所生活的社区。咱活出迄个实诚，活出迄个良善，活出迄个优秀拍拼，咱就会当互无信的人看到咱的生命，因为安尼来入办属的啊。所以对咱来讲，咱不只是伫咱的家庭、伫咱食头路的所在、伫咱生活的范围内面，咱努力拍拼去过生活。